开考。我能不能提前交卷啊？不可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有了，你去吧。是。怎么样？大公主，题难吗？你考得怎么样啊？这多简单啊！画的可好了，画的可好了。少城主酌考5试，考教者共15名，单局优胜者记1分。初试取高分者2名进中试，胜者为5试魁首。陈芊芊、李怡兰，二位请。哎，公主你别怕呀，这么多年骁勇善战，战无不胜，胜券在握呀。握手言和行吗？刀剑无眼，人生无常，比武双方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二位请先签生死状。还签生死状，不是有没有这么认真啊？哎！临阵退缩者败，扰乱秩序者败，调出擂台者败，敲休战锣者败。比试开始。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自己的人，再加上林七动的手脚，三公主稳了。躲开呀，三公主！我一走动，我腿走不了。好！陈芊芊记1分。三公主好身法，我竟没有料到。城主，小人听说是林七小姐买通了三公主的对手。没想到林七还真是个可靠的对手。林七这孩子自小就争强好胜，逮着个机会就想让芊芊难堪。我是担心，若三公主进了中试，碰上这林七，那不怕，有韩硕呢。此人并非善良，若钟情于芊芊，他不会看着她吃亏的。芊芊兴许坐收渔利也说不准。最近三公主可是深得民心啊！若这次卓考取得了佳绩，那少城主的位置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种敬业的演员在横店一天至少得300啊！
少爷，这人我没见过呀，好像不是我们大殿的人。是林七的人吗？不是林七的人，难道是匹黑马？子睿，告诉三公主，这局弃权。三公主，你快下来吧，这一轮不打了。哎，你别添乱，看我三公主怎么赢的。三公主得罪了，动真格的。只要我跑得够快，只要我跑得够快，你就追不上我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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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躲！消极应战算输。你这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肺活量超800了吧？指定是有了啊！陈芊芊胜，进入中室。